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3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柯志春上午总质询关心台南转运站的营运时程以及周边停车的问题。对此，市府回应9月中旬转运站已经完成，并且委外营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作业，估计12月25号开始试营运，明年1月6号正式启用。检府国道客运、市区公车甲客运车转型功能的台南转运站，议员柯志春热烈关心将伫年底完工启用的时程，嘛因为市府为了避免造成公园路的交通动线冲突，已经取消公园路边的汽机车行位，互民众进前车位不足。对此，议员嘛特别提出关心。不过，交通局强调，台南转运站25号试营运以后，内部将有加倍停车位，请民众放心。整排都可以放汽车，你现在都把它取消掉了。这第一点，我刚捐血以后那个场所是造成可能他们就不方便，因为你没有停车位，就可能也不能临停嘛，对不对？原本是他那边有一部车子。后来要支援3、4部的捐血车，才能放在马路旁边嘛。那现在你捐血车来了，没有停车位，放在那里好像怪怪的，妨碍交通嘛。我跟议员报告哦，这个刚刚王局长有提到了，但是就是因为现在那个转运站啊，其实可以提供好几百个停车位，是会提供200。那我们研议看可不可能，因为现在还没有开放啦。那如果开放的情况下，那平常不是尖峰时间，或者说早上早起运动的民众，他有没有办法把车子停在那个转运站的停车场？在转运站里面会提供288个汽车席位以及394个机车席位，那是一个空旷的路外停车场。那个地方也会未来会有斑马线跟号志，所以至于刚一说，就是未来停车其实会更方便，比现在的路边，因为我们目前只取消了9席的路边停车格，还有31席的机车停车格而已，所以未来其实会增加更多倍的停车空间。另外，议员嘛关心后一代教材，除了质疑国小的艺术甲入门课出现有查甫的身体、有查某囡仔灵魂等有关性别平等的内容。进一步检讨适学生无度过滤判断资讯，这当全部吸收，所以呼吁一定要互因有正面的学习。一个国小的学生，在这成长过程里面，你让他的学习的话，都是不是很明确的、很道地的、很定位的，而且让他很多的思想空间的。我想这样的教材，像我们过去学习的，当然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但是在这个对话里面，我是觉得，国小他的学习，人的成长过程在0到7岁，是他的大脑小脑是在一个发育期，7岁、14岁，整个是在吸收，不管好与坏，你骂3字经啊什么，他全部都在吸收，因为他没有办法过滤。那性别平等教育它不是单类一个领域，它是叫做议题融入。也就是性别平等教育，它法令规定呢，那每一个学期要4个小时，也就是6节课。那它可以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呢，来这个融入到那个领域去进行教学。那当然，你所提供的这些教材呢，如果在内容的部分呢，有不当，当然我们可以给他转请教育部，因为我们每一本的教科书都经过审议委员会，就教育部它会委托专家进行审议。那里面的用字啊、遣词啊，是不是还有检讨的空间？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反映上去，那么请他们再做思考。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上任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交通。不过，根据统计，顶半年台南市的车祸死伤率却是6度上悬。议员蔡小薇伫个总质询就提出检讨。市长表示，这款的6度第一并无光彩，一定会加强宣导、加强力处理，来保障市民的安全。
台湾蔡小伟上午总日顺公布一份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7月，台南市每10万人口的车祸死伤人数是1762位，已经是6度上悬。加上咱家己同期比较起来，嘛增加10%的肇事比例。议员认为这款的数据会让大家对台南有负面的影响，除了要求交通局、警察局检讨车祸的原因，来加强宣导处理以外，嘛希望每年会当定降价3到5成的目标。这个是同期间我们跟去年1到7月来比，其实相较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讲，我们也是增加了10%啊就是说去年的肇事率是没有那么高的，是今年呢1到7月又成长了10%，而且整个比例来讲呢，都是以高龄者跟年轻族群为主啦那长期以来呢，我们这个可能是台南市民这个民风剽悍还有许多自由式的骑车法导致这个国人都认为台南市或者是南部区域好像在骑车方面会比较容易肇事啊那也让人家觉得说啊，台南就是常常在出车祸。我们对行人的尊重还是不够，所以它上升了22.22%，然后18到24岁，就是刚领到驾照的年轻人，它上升的数字高达54.5%，它的死亡数字从这个17人增加了6人，从11人增加到17人。那么18到24岁骑乘机车的这个大机车，它上升了这个75%，这是最重要的。对，为了改善交通，保障市民的安全，议员进一步具体建议市府运用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来开发紧急救援定位系统的专属 APP， 特别让老大人的车祸会当掌握黄金救治的时间。希望我们既然有这样子这么好，又是这个首创我们的智慧交控中心，我们可不可以来建制这样子的一个 APP， 让这个不管是发生事故的当事人，或者是要协助报案的这个报案者，他在下载这个 APP 按出传送以后，他可以精确的告诉人家说，我们就在这个地点。那我们的交控中心，它可以同时发送给救援单位，不管是消防局、警察局，或者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可以更精确的前往这个定点来载运或者是救援这个受伤的人。是，我觉得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样的 app 是有其必要的那至于要怎么样子去研发，有没有办法变全国一致或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跨区的方式，这点我们愿意跟中央来讨论。那如果中央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急迫性的话，我们台南市也可以考虑我们先做。APP 它就有针对报案的部分，那我们就会直接就从这里面，如果你有上网，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定位到你的位置，去到那边的车祸事故嘛。所以它也是简单的 App 按下去吗？没有问题，是。我们这个部分，那如果市府这边要做，我们本来就有了，我们也会跟他一起来。根据资料显示，除了老大人车祸人数占3成，少年人嘛是今年车祸增加幅度上济族群，所以议员要求一定要加强校园的交通安全教育宣导，对细汉扎根。电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争取大兴营地区的建设，议员李宗翰即阵第2市场的开发、农产标准的认证以及建立的增加等议题，重点就是希望借此让溪北好徛起，进一步改善人口的老化。会中市长嘛公开推荐市民来新营大有侪好处。议员李宗翰表示，依照人口老化的指数显示，大兴营区平均178已经超过全市的平均值。虽然老大人多，营造成为高龄友善的区域，不过相对少年人却出走，所以会中议员以地价、房租价、车位等优势，除了鼓励在地生育，欢迎溪南的人来大兴营区探亲以外，嘛要求市长黄伟哲协助推荐。让溪北成为市长口中的老少咸宜，小夫妻、小家庭拢愿意来徛起。
我们这边没有妄自菲薄，不是说我们这边生活环境特别好或消费能力特别高，而是我们认为新营或者是在大西北地区特别适合年轻朋友来这边居住，因为一来房租其实它比台南市更加便宜，二来停车位它绝对不会这么比起市区来的难找。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要架构这个共同生活圈？我们特别把这个数字提出来，这部分麻烦市长来好好思考一下这部分，因为让小家庭能够来到这边居住，他们更负担得起，而且我说真的，小家庭的话，他如果生小孩，他需要小孩子有人照顾，那如果说是双薪的话，他小孩子照顾后，我们就要提供。我觉得其实因为他街坊邻居大家都相当和善，不会像公寓大厦一样，大家住在对门都不相闻问，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是对年轻人相当友善的。这些议员嘛关心农地违种的问题严重，特别是日前差5000级的私人庙宇，因为违反土地使用被拆了，不过现在搁起来，议员认为严重挑战公权力，要求市府彻底办理。对此，民政局就表示，因提的理由就是违法，甲插什么旗、摆什么拢无关系。随后市长嘛表示，只要违建，随报随贴。我们拜什么神是自由，我们不会因为它是里面是什么神，我们去猜。没错，谢谢。跟我就没有关系。还有那个它的旗子是属于是什么样的旗子，也不是我们没有问题管的地方。当然，但是重点就是它整体来看，就是刚才我提的那几个问题。谢谢局长，先请坐。我想从刚刚我的问题就非常明确，没有人让人家说我们执行公权力，好，我要拆掉了。当然，他有没有去抗争，我相信多少还是有些意见。但是有人家这样子拆了之后，他就再盖起来，盖了之后再拆，拆了之后再盖。市长一来浪费我们的公帑，二来让我们的公权力，我觉得荡然无存。尤其在他们刻意炒作，某种程度上，我不想要形塑什么样子的东西。但是这样子挑战公权力的行为，我认为市长也应该加以督促。市长是否能够给予承诺？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它等于说是正在新建的一个新违建，我们当然是即报即拆了。是，谢谢市长。会中议员嘛争取开发捷运的可行性评估，认为既然绿线的争议也无法度定案，不如由黄线来优先。对此，市长表示并无排除，不过嘛需要向中央提出申请。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国内感染肠病毒的人数甲当前的病例，拢比过去较悬，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安排预防肠病毒的宣导记者会，30号下晡伫新南国小附设幼儿园举办。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并且意向小朋友宣传正确的洗手步骤，希望台南的肠病毒疫情会当降到上低。现在肠病毒伫国内感染的人数甲重症的状况比往年搁较严重，所以市府教育局甲卫生局为了让市民会使多加注意，特别举办了这场预防肠病毒的宣传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新南国小附设幼儿园向小朋友宣导。会中，市长黄伟哲也示范正确的洗手方式以及制作稀释漂白水的方法，希望不管是大人也是小朋友，伫这段时间内拢爱多多来洗手，减少感染肠病毒的机会。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小朋友。尤其在新南国小的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活泼。但是活泼之外，对于预防肠病毒的步骤，湿搓、冲、捧、擦，他们都非常清楚，而且都示范了这个擦桌子啦、清洁许多器材，显示学校方面跟老师大家都跟家长充分配合，能够让小朋友懂得基本的这个预防的知识。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天气慢慢变冷了，但是登革热的病例数减少发生，但是肠病毒依然有这个每周还是有1000多个人赴医就诊的，所以可见肠病毒还是没有下来，这点是我们非常要特别戒慎恐惧的，因为肠病毒目前为止在其他县市，全台湾总共有50例重症，已经有1个人不幸往生，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可能致命的肠病毒，千万不可以大意。那尤其是肠病毒侵袭的主要范围是小朋友，幼儿园跟国小的小朋友。那所以呢，我们特别要强化在幼儿园跟国小方面的卫教知识，能够让小朋友能够不仅是懂得口头禅，还能够身体力行，
那这很重要，务必要让肠病毒在台南发生数一直落。那目前为止1000多个，还是有点多。最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一个礼拜2400多个，现在大概1200多个，大概是最高峰的一半。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部分还能够持续下降，那这样才让小朋友免于后顾之忧。面对长病毒的威胁，学校除了让学生养成正确的洗手习惯，同时也主动运用稀释漂白水，将对小朋友常常接触的所在做消毒。我们非常重视孩童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在每天小朋友的作息当中，会在适当的时机指导小朋友做好洗手，养成个人卫生习惯的一个养成。那也在小朋友整个作息时间，包括在用餐前的餐桌或是教室里面的桌椅，在适当的时机也做指导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做消毒的工作，然后落实小朋友整个学习环境的一个卫生整洁，那并养成个人的卫生习惯，来落实肠病毒的防治。卫生局也提醒，厝内有幼儿的家长，除了多多消毒厝内小朋友会接触的物件以外，更加要重视食物件之前爱洗手，减少小朋友感染肠病毒的风险。同时也要将防疫的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才会使维护囡仔的健康。但是能够无以看不得。休困者马上等来新闻头条。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针对德客政治完工以后，是不是符合安全甲民众的期待进行会勘，结果多位议员发现园区内暗藏危机，惊会造成小朋友受伤，所以要求相关单位要马上改善。台南市议会29日前往体育场会勘，针对德客政治完工后，园区内底儿童游戏区设施以及安全敢有符合期待。伫会勘的时阵，真侪议员拢发现暗藏的危机，为了让民众会当安心伫遮游戏，台南市议会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马上改善。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沙坑，刚刚我们就是规划公司说了，这边是营造给我们所有的能够一些小朋友来在这边运动。安全最重要，安全啦。那刚刚我们的规划公司也讲了，本来现况的我们看到一些体适能的运动器材，这些体适能运动器材本来是在外面的哦，本来在外面的。这些体适能的运动器材给谁用的？是给大人用的、寡人用的，有听到哦？在我背后这个溜滑梯，它是一个人造的那个山丘。但是我们远远看，它像一座坟墓哈，甚至也像是一个防空洞，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对小孩子来说并不亲民哈，小孩子应该也不会很喜欢，
因为如果说家长带来，我觉得视觉感官非常不好。这个溜滑梯到底爬不爬得上去，对孩童来说会不会是一个看得到但是玩不到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真的是有在商榷。那其实我刚才去爬了之后呢，我发现上面这个其实虽然让孩子可以抓到比较安全，但是它可能比较矮一点。会不会说这个溜滑梯可能要给比较长一点的小朋友玩，但是它的那个拉杆又太过于小，也就是说不知道它定位在给哪一个族群的孩子们玩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沙滩区嘛，那小朋友在里面玩沙，它里面有一些设施，这样就很奇怪哦。嘿呀，当他荡的一边玩沙，如果一边在荡的时候就被踹到了，这样就做回一下没啊？体育处是说已经验收好了，可是看了整体的规划，真的是不合格。我们应该要请公务局、教育局相关单位一起来把我们的草皮啊，或者一些荡秋千都要完全再来规划，重新规划，不然市府花了那么多钱，市民可以享受到什么呢？儿童游戏区那个地方我们认为有很多疏失，必须要立即改善，为了儿童的安全。你把旧的设施搬到那边，那是不适当的，应该从儿童安全部分来做一个提升跟维护。那个秋千，那是旧的新的到这会变拼装安尼。虽然小孩子就大人一起玩是很好，但是要以儿童的安全系数为主还有那个椅子的安全，还有那个沙跟人工草皮一致完成不要让人家整个那个穿着鞋子可以进到沙里面。实际问了伫咧现场游戏的民众感想，伊表示一开始想说是不是还没有开放就不太敢进，因为这么多没有半个人嘛。来这边做，妹妹很喜欢因为她很喜欢沙子。可是像我儿子其实有些人是比较不喜欢脚沾那沙子，对啊。可是不然这边妹妹从头到尾都一直觉得这边很好，她觉得沙子很棒，对，所以这边还是不错啦。只是就像刚刚那个有人讲的那个，不要全部都是沙子的区，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毕竟他们对沙子比较敏感一点，对，所以说可能如果可以分开区域的话，可能会好一点点。市府水利局专门委员黄信全表示，会将议员意见做检讨，并配合教育局体育处的建议，做出规划调整，让民众伫园区内底会当有更安全、更完整的使用体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庆祝国际中他社成立100周年，台南嘉宾社结合民间公益社团，11月3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艺术响宴，并且借着活动为社会弱势团体、长辈甲儿童提供关怀慰问，互因感受社会温暖。今年是国际从他社创立100周年，为了欢庆100岁生日，同时阁会当照顾弱势。台南嘉宾社特别邀请国际出名形象表演团体鸟语水舞集，在1月3号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再来一连串的精彩演出，活动邀请500位妇女、幼儿、长者、弱势甲形象团体共同参与，希望借由观赏形象舞者战而不废的精湛演出，鼓励因爱勇敢面对人生。为了庆祝国际从他100周年纪念，国际从他台南嘉宾社结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公益团体，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在11月3日中午2点到下午4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艺术飨宴，邀请台湾第一支身障朋友们所组成的舞蹈团体鸟语水舞集慈善义演，看到他们克服肢体障碍，充满生命力的舞蹈，令人非常的感动。活动除了要感谢台南嘉宾社大力促成以外，嘛要感谢社会上真侪爱心单位共同协助，才会当让这出的公益表演会当顺利进行。我们国际从他社、台南嘉宾社特别在每年都举办了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协办单位。那协办单位有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以及我们这个高士博前立委，还有我们安启的艺术舞蹈，那深春堂的这个制药工业股有限公司、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袖班的1401期的同学，台南市安平工业区的工商妇女联谊会，
宏达建材有限公司、国际同他社台北2社、国际同他社台中这个丰兴社，而且景新妇幼医院永新妇产科诊所。鸟语水舞集是台湾第一支由截肢者、视障者、小儿麻痹以及侏儒症共同组团，因此在练舞的过程中会拄到比一般人更侪困难，但因未因此放弃，持续用残酷舞出生命，展出光彩，唤起社会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正向力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婴幼儿虽然时常出现泌尿道感染，不过因为发作的症头无明显，多数拢只有发烧，因此常常会被认为是其他的毛病。所以医生提醒父母一定要提高警觉，有无对同就要赶紧就医。医生表示，泌尿道感染是小儿科真接看到的毛病，因为若伫大人发生，小便会痛、会搞尿，或者是腰痛，较容易联想到泌尿道感染。不过，若伫24个月进前的婴儿甲幼儿所表现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发烧，或者是黄疸。医生提醒父母一定要有所警觉，赶紧看医生，避免造成严重的腰肌发炎，影响日后腰肌的功能。一般我们常见的小孩子发烧是感冒嘛，肠胃炎嘛，或者是比如说肠病毒，你假设没有找到很大的原因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一直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一般小孩子他有烧，你找不出原因，我都会强烈建议一定要验尿液常规。你觉得那尿液常规有问题了以后，一定要做尿道培养。就知道是可以找出他有尿道感染的问题，因为小朋友你那么小，有时候得到我们怕是他有先天性一点异常，就像我刚刚讲到那回流的问题，或者是肾脏水肾的问题，你没有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它会影响他那个肾脏回流，或者是他也会影响以后肾脏化脓，会影响小孩子的一辈子的问题。会中医生嘛提醒，婴幼儿的泌尿道感染时常合并一寡先天的泌尿道异常，参像膀胱、输尿管的回流，就占3%，而且一旦诊断确定，就要以预防性的抗生素，甚至开刀方式来治疗，避免日后综合性的感染。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0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